人世間最難拿捏的，從來不是大是大非，而是家庭內的人情分寸。大道理人人曉得，真正落到柴米油鹽的日常相處，偏偏好多資深長輩都會失咗尺度，亂咗底線。坊間多數人習慣將婆媳惡食的不和歸咎於年輕人性格不合、緣分淺薄，甚至輕易話後輩唔孝順、唔識體諒長輩。但我觀察社會數十年，看盡無數家庭的興衰離合，終於參透一個真相：絕大部分家庭矛盾根源從來不在新抱、女婿，而在長輩不懂收手、不懂守戒、不懂留白。新抱同女婿始終唔係你從細湊大可以隨意管教、任意數落的親生仔女，雙方本無血緣牽連，只係因情緣牽引，先願意融入你的家庭，係半個外人，亦是半個至親。呢份後天收來的親情，最講究分寸，最忌過度插手、過度苛求、過度掌控。界線一旦失守，再深厚的情分都會日漸磨損，再溫暖的關係都會慢慢變淡。做人長輩有福氣先能擁有新抱女婿，有修養先能守住家和萬事興。家庭相處從來唔靠輩分壓人，只靠分寸留人。今日就直白講透，長輩與新抱、女婿相處必須死守的4條底線，守住則家宅安穩、日常順遂，守不住則滿屋內耗、爭執不斷。第一條界線，唔插手後輩家務瑣事，唔強行改造他人生活習慣。好多長輩一生為家勞碌，幾十年習慣掌控屋企大小事務，就算仔女早已成家立室，建立屬於自己的小家庭，心底依然將對方視作孩童，自此閱歷深厚，經歷老道，對後輩的生活處處插手，樣樣指正。但長輩必須認清一個不爭的事實：仔女結婚之後，二人小家庭的主權完全屬於夫妻二人，而非養育他們長大的長輩。不少家庭的長期矛盾，正正源於長輩固執己見，將自己舊年代的生活習慣、消費觀念、家務準則強加喺新抱同女婿身上。見年輕人瞓得晚，執屋隨性，煮嘢口味不同，消費鬆手少節儉，就日日碎碎念，處處挑剔，甚至當眾指責，背後數落朝嫌懶惰、晚嫌敗家。這些本來無傷大雅的生活差異，日積月累之下，就會變成難以化解的隔閡與心結。我見過太多心善勤快、一生無私奉獻的長輩，對仔女孫輩傾盡所有，最後卻落得關係疏離，問題通通輸在太中意管。每一代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節奏，每一個小家庭都有專屬的相處模式。舊年代物質匱乏，日子艱辛，人人習慣節儉捱苦、務實度日。新一代年輕人成長於物質富足的時代，懂得追求生活品質，適度犒勞自己。呢啲並非懶惰奢侈，只係時代進步帶來的觀念差異。年輕夫妻分工打理家務，閒時適度消費放鬆，不執着於死，儲錢捱日子。只要佢哋夫妻和睦，無爭無怨，日子安穩踏實，長輩就該懂得體淡，學會放手。須知長輩可以幫忙，但唔可以主導；可以關心，但唔可以操控。閒時幫手湊仔煮飯、打掃家宅，係疼惜後輩的情分；日日指手畫腳、強行改造、諸多挑剔，就係越界傷情。過度干涉只會令新抱女婿倍感束縛，毫無尊嚴。表面禮貌周全，內心早已步步疏遠。呢個正是無數家庭慢慢變質的隱藏真相。第二條界線，唔慘和夫妻拗撬，唔偏私護短，絕唔幫自己仔女欺壓另一半。世間從無一對從不爭吵的夫妻，朝夕相對，日夜共處，柴米油鹽的瑣碎雜事堆積，難免出現意見不合、脾氣碰撞的情況。
夫妻之間的爭執大多只係一時意氣，過眼雲煙，向來都是床頭嘈，床尾和，轉眼就能冰釋前嫌，和好如初。但最毀家、最傷感情的行為，就係長輩隨意插手夫妻內部矛盾，不分是非對錯，一味偏袒自己養大的仔女。好多長輩心底始終藏住偏私心結，永遠視新抱女婿為外人，認定自己的仔女永遠無錯。仔女任性自私，做事疏漏，就百般包容，處處找藉口開脫。新抱女婿稍有失誤，就無限放大，嚴苛指責，雙標心態盡顯無謂。太多本可以美滿幸福的婚姻，最終都毀於長輩的過度參與與盲目護短。兩公婆只係為日常小事爭執幾句，氣頭上鬧幾句，長輩就即刻介入爭端，幫住自己仔女數落，指責另一半，將細小的夫妻摩擦直接升級為根深蒂固的貨色，惡勢矛盾。年輕夫妻向來無隔夜仇，但長輩一句無情重話，一次不公偏幫，就會成為對方心裏拔之不去的刺，永遠磨不掉的疤。換位思考就會明白，若你是新抱，夫妻爭吵時，奶奶不調解，反而落井下石；若你是女婿，意見不合時，外父外母一味偏袒，肆意責備，任誰都會心寒委屈。更有甚者，不少長輩中意將後輩夫妻的私密爭執、家庭瑣事四處張揚，同親戚街坊數落後輩是非，不單踩低咗晚輩的顏面，更直接斷晒屋企所有溫情與情分。真正通透有智慧的長輩，從來唔會隨意摻和夫妻是非。夫妻之間的矛盾，始終要留返俾佢哋自己溝通解決。佢哋鬧交，你淡然旁觀，不挑事，不煽風；佢哋有爭拗，你從中勸和，多圓場，少指責。千祈唔好幫自己仔女欺壓另一半。皆因新抱開心歡心，你個仔先有安穩溫暖的家庭；女婿體面自在，你個女先有幸福長遠的日子。長輩的最高智慧，從來唔係幫仔女爭輸贏辨是非，而係懂得息事寧人，為家留戀，不偏不倚，包容大度，先能守住家庭長久的和睦安穩。第三條界線，唔打探後輩私隱，唔盲目攀比，唔用老一輩的標準綁定晚輩人生。現今大半家庭的無謂矛盾，都源自長輩的過度窺探同無端比較。好多長輩習慣將後輩的收入、存款、工作進展、育兒方式、消費習慣當成自己的面子與榮耀，日日掛在嘴邊，時時記在心頭，處處打探，樣樣追問，人工幾多，存款幾多，樓車細節，每月開支，甚至幾時休息、幾時外遊、幾時計劃生養，都要一一過問，事事查清。變質的關心成為束縛，無底線的打探變成監視，令年輕人喘唔過氣。須知每個成年人都有私隱底線，每對夫妻都有自己的生活節奏，唔需要事事向長輩匯報，件件求得認可。只要新抱女婿腳踏實地，努力生活，安分守己，無不良嗜好，日子過得踏實安穩，長輩就無資格質疑盤問、挑剔指責。過度打探只會令後輩心生戒心，不願交心，關係自然日漸疏離，形同客套。最消磨家庭溫情、最傷和氣的，莫過於長輩永無止境的比較。好多長輩日日將自己的新抱女婿同親戚、街坊、朋友的晚輩做對比，羨慕人哋新抱勤快能幹、收入可觀，羨慕人哋女婿體面出色、做事得體，轉頭就數落自己身邊人唔夠勤力、唔夠懂事、唔夠爭氣。但人人各有長短，家家各有難處。你只睇到人哋表面的風光體面，卻無知人家幕後的爭拗矛盾、生活壓力。你執着挑剔自己晚輩的少少不足，
卻完全忽略咗佢哋的默默付出。諸多優點，人比人比死人，拿他人的長處對比自己晚輩的短處，只會越比越心淡，越比越不滿，最終白白耗盡多年積落的親情。做人長輩最緊要嘅修養係知足感恩。有人願意與你仔共度餘生，包容你仔的脾氣缺點，為家庭生兒育女，操持內務，就值得好好珍惜。有人願意用心呵護你個女，為你個女遮風擋雨，撐起小家，擔起家庭重責，孝順長輩，就值得心存感激。學會睇到身邊人的好，放下過度苛求，放下無端比較，放下固有偏見，先能留住滿屋溫情，留住晚輩的真心相待。過度追求完美，動輒攀比挑剔，到頭來只會贏咗一點虛假面子，輸晒最珍貴的家庭親情，絕對得不償失。我越世數十年，看透人情冷暖，家庭百態，參透一個不變的家庭真理。家庭相處最忌道德綁架，最忌付出求回報。長輩幫襯後輩係出於疼惜，出自情分，係自願的善意，從來唔係晚輩必須履行的義務。你願意出手幫忙，係你心善有福，為人體諒。你選擇唔幫，亦都無人有資格指責苛求。但既然選擇無私付出，就唔好日日掛在嘴邊，時時計較回報，更唔好拿自己的功勞操控晚輩的言行，綁定他人的人生。好多長輩勞累半生，為後輩鋪路，本來係值得敬重、令人感動的善行，偏偏因為動不動訴苦邀功、勞到計較，將滿滿的溫情變成沉重的壓迫，將無私的善意變成功利的交易，令晚輩日日活喺虧欠感與壓力之中。久而久之，不單毫無感恩之心，反而心生厭煩，只想遠離。與此同時，長輩亦要守住金錢人情的底線，唔好無道依賴晚輩，隨意索取，更唔好偏心對待，厚此薄彼。親戚往來，金錢交接必須光明正大、清清楚楚。資助就是資助，借貸就是借貸，界線分明，先能杜絕日後的爭拗與芥蒂。對待晚輩，付出就要心甘情願，唔強求回報，唔道德綁架，唔刻意邀功。家庭的溫情從來唔係逼返來、綁架返來的，而是靠真心換真心，體諒換體諒，包容換包容。放下計較，放下苛求，放下掌控欲，家人之間的人情關係先能輕鬆自在、長久和睦。人活一世，最大的成功從來唔係積聚幾多財富、撈到幾多社會地位，而係晚年安穩自在、家和人樂、兒女和睦、晚輩知心。長輩只要死死守住呢4條相處界線，不干涉後輩生活瑣事，不摻和夫妻是非爭拗，不打探攀比私隱生活，不綁架人情金錢得失，自然可以化解大半家庭內耗，留住滿屋溫情暖意，令新抱女婿真心敬重、真心親近，自己亦都能安享清福，福澤綿長。所謂家和萬事興，從來唔係一句空口祝福、虛吐祝願，而是長輩懂得守戒、懂得珍惜、懂得包容，一步一修養，一日一積福，先能收來的最好人生福氣。